呢單非禮案嘅受害人係一個5歲小朋友嚟嘅喎，想揾個心理學家開機添。死啦，應該要揾邊個？呢個應該幫到我喎。你好 FCSV， 今次麻煩你啦，拜拜。今集嘅區區有警就等嚟同大家介紹 FCSV。我係 FCSV Dina。好多人都唔知道 FCSV 係咩部門。FCSV 嘅全名係 Family Conflict and Sexual Violence Policy Unit， 家庭衝突及性暴力政策組，隸屬於刑事部刑事支援科。工作範疇係打擊家庭暴力、親屬暴力、性暴力、虐待兒童、虐待長者同青少年罪行，以及制定相關政策事宜，亦會同其他政府部門同非政府組織緊密合作，致力喺我哋政策範圍內推動跨專業程序、機構間合作、訓練同埋協調等相關事宜。咩答唔敢頭先 Hugo 問嘅問題？揾警隊心理學家開機又係咩嚟㗎？其實係指我哋 FCSV 易受傷害證人支援隊嘅工作範疇之一，簡稱 VSC。不如我交俾警隊臨床心理學家 Michael 同大家介紹一下。我係警察臨床心理學家 Michael。VSC 咧其實係由刑事部成立嘅自願兼任職務嘅隊伍，要成為我哋嘅隊員咧一啲都唔容易。除咗要經過一個好嚴格篩選之外咧，亦都要通過我哋90小時嘅訓練。訓練裏邊除咗包括一啲兒童嘅發展心理學之外，亦都會講述咗好多一啲會面技巧，務求咧我哋嘅隊員一直保持喺高專業嘅水準。我哋經常會接觸唔同嘅虐兒案件，其中一單係牽涉父親強姦女兒嘅案件。喺呢單案件入面，受害女童自5歲起多次遭受親生父親嘅性侵同埋虐待。該名父親唔單止冇俾足夠嘅糧食，更加試過打佢，甚至係強姦佢，整整持續3年。直至女童8歲向親生母親揭發事件而報警。我同女童喺初次會面交談嘅期間，已經感受到佢嘅內心所承受嘅傷害係非常之大，無論係佢嘅表情或者係言語之間，完全唔似一個年紀咁細嘅小朋友應有嘅表現。當女童憶述自己點被父親性侵同虐待時，更忍唔住崩潰大喊。面對住年紀咁細嘅女受害者，我提醒自己必須以專業嘅精神以及同理心，好好咁收集足夠嘅證據，將罪有應得嘅人繩之於法。最後，該名父親經審訊後被判監21年，成功將佢喺淫婦嘅魔掌度救出，保護兒童免受傷害。呢個就係我哋當初加入 VSC 嘅初心。最後，我想喺呢度宣傳一下啱啱喺2026年1月20號正式生效嘅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。條例規定社會福利、教育同醫療衛生界25類專業人員，如果喺工作上有合理懷疑兒童正遭受嚴重傷害同埋有呢個風險，必須盡快舉報。違例者將面臨刑事責任，最高嘅刑罰係罰款港幣5萬元同埋監禁3個月。呢個機制嘅目的係希望及早發現同埋介入嚴重嘅虐兒個案，更有效保護我哋嘅兒童，令佢哋健康快樂咁樣成長。